了后边有千咖啡会当啉，还有迄个进八行新化进八行首屈一指的那个米啤酒哦，也可以哦去购买。来，恁家己分者，喝。哦，赞，这个温馨的感觉非常好啊。对。后边还有周边哦，周边今仔只要你购买周边哦，阮就送你一张海报。哦，这张海报哦，伊拍开后边哦，就是阮的所有的歌词啊，哦，参与人员啊，这个企划的一个起源，啊，然后很快甲大地哦，壁顶管就变海报吼，一举两得吼，一石二鸟，好吗？嘿，哈利哥哥您好，好朋友，哦，那个台南知名涂鸦大师吕学渊哦，吕学渊也来到现场了啊，掌声鼓励一下，哦，赞！这边属那结婚的嘞，啊，讲什么东西？哦，这个宽的妈妈啦，宽的妈妈哦，赞，好，辛苦的女性，好 ，OK 了吗 ？OK， 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时间是很弹性的，不要讲太久，给你2分钟的时间。好，这种讲。对，那我是台南大学数位系的这个毕业生，对，就要毕业了，我是数位系的。然后这位是我吉他手静伟，对，音乐系的。好，对，那这府城味道就是我们的学长做的一首歌，对，一首原创曲。那我们是在讲台南的有关台南各种意象，然后各种意境，然后还有就你们会在里面听到很多熟悉的在台南生活会遇到的，像国华街、海岸路啊，或是一些对圆环之类的，对。然后还有一些台南人生活习惯，像是遇到红灯，通常就是一不小心就转过去了，这种有写在那个歌词里面，对。好，对，那大家应该都对很有经验。好，那我们带来这首这个府城的味道。府城的味道，老街的心跳，路灯在闪耀，空气在喧嚣，无名的老套，为国华街倾倒，海岸路原本是条河，你知不知道？哎呦喂嘿，经过圆环绕呀绕，哎耶，哎呦喂嘿，老街砖头地板，一片余味都没少哎，经过圆环绕呀绕，哎耶。哎呦喂嘿，路过一条街道，哦，里面有只小猫。红灯的重要，右转的节操，很怕一没控制好，就过去了。府城的味道，太阳的映照，想踏一踏海滩，走去广岛。哎呦喂嘿，经过圆环绕呀绕，哎耶，哎呦喂嘿，老街砖头地板。一片韵味都没少配，经过圆环绕呀绕，哎耶，哎呦喂嘿，路过一条街道，哦，里面有只小猫。世界慢得多，我慢得多，看来快慢悠悠。
着这么多，来到赤坎楼，才发现有时候走在这路上，突然想唱哒哒哒哒啦，其实没有错，开始叫哒哒哒。哎呦喂喂，经过圆环绕呀绕，哎呦喂喂，老街头地板，一片云味都没少嘿。经过圆环绕呀绕，哎呦喂，路过一条街道，里面有只小猫。哎呦喂，经过圆环绕呀绕，绕出一段人家马车奔跑，荷兰人在街头谈笑嘿，经过这的每个人都会有微笑，因为我们在这，因为我们呼吸，因为我们变成浮成味道，浮成的味道，老街的心跳，路灯在闪耀，空气在喧嚣。谢谢大家。水啊，水啊，好听啊！这个台南大学刚毕业哦，那哪更啊？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好，掌声再给他们一次好了，赞！水啊，水啊！哦，这个好计划，每个都是一块拼图，好不好？每一块哦可以建筑这个灰银沟计划是灰熊厉害。然后接下来好不好？接下来我们一样邀请我们这个南台科技大学流行音乐产业学系来自我们那个超级忍者龟小人的学生孟凡与冠儒，掌声鼓励一下。哎呀！我跟你讲，今天这场活动跟南台科技大学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连 PA 都是小人的学生。你看这个真的是太意外了啊！赞！因为我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邀请那个孟凡跟冠儒来到这个舞台上表演，就是因为小人是我的好兄弟他们每一场的学生的成果发表会我都有去看。每一场等于就是看因大汉的啦，好不好？了，因为阮开场是查甫查甫唱歌等下我嘛是查甫所以我爱有一个女生来缓和一下整场的气氛，好不好 ？OK 吧？赞，非常好听啦，非常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直接请伊来这现场来唱歌给大家听，赞！冠儒，我冠儒的印象深刻就是伊个第一道的成果展就是印尼的时阵伊的主持是非常的非常的疯狂的他今天比较冷静一点没关系大家如果有机会，恁刷来是有一个 tour 对不？刷来有一个巡回。毕业制作好不好？持续的关注我们超级忍者龟哥小人，好不好？持续关注我们那个龟哥的动态啦，好不好？刷来的有那个毕业制作好像是一个巡回表演，OK 了吗？赞，交给孟凡跟冠儒，掌声鼓励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南海科技大学的学生，然后就是小人的学生，我叫做凡凡，然后。反正我叫孟凡，然后我喜欢人家叫我凡凡，然后他叫冠儒，然后人家喜欢他喜欢人家叫他婊子婆婆，对。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带来4首自创曲，那第一首歌是在写，就是因为我是原住民，然后像这次因为疫情关系，所以我没办法丰年祭了，所以我就很怀念我的家乡，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我们怀念我的部落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叫做《记忆的海》，送给大家。我的家乡在东海岸。没
市背面，热情是人们共同的语言。童年时都留在榕树下，和朋友牵手轻声唱马乌拉卡古尼亚罗努米达。我离开家乡，我不能过，在忙碌里穿梭。我把想念变成生活，因为我知道家有萤火虫守候。外婆的记忆被时间偷走，所以不在她身边的我，每天通话说声爱后。白发藏进了我的模样，她却依然对我唱马乌拉嘎古尼亚罗努米达。绿叶又空了，秋千旧了，生锈了，你不记得了，却用爱陪伴我的寂寞睡觉了。我离开家乡，我不能过，在忙碌里穿梭。我把想念变成生活，因为我知道家有萤火虫守候。我的家乡在东海岸，没人打扰的城市北面，热情是人们共同的语言。童年时都留在榕树下，和朋友牵手起声唱马乌拉嘎古尼亚罗努米达。耶呀，还有火焰。谢谢。好，刚刚里面有一句族语是马乌拉嘎古尼亚洛努米达，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喜欢我的部落，耶、好，接下来第二首歌也是我们团的自创，然后这首歌比较酷，就曲风比较酷，那就是在讲说，就是一段感情。你要做对，就是要做自己，对，就是要做自己。因为我上一段感情，其实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活在他想要我成为他的那个模样，但是不是这样不太好，就是要在爱情里面要好好的，就是有自己的模样，不要怎样，不要因为你很爱那个人，所以你想要成为他想要你成为他想要的模样，所以就是做自己。有，好，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灰》。曾经以为我们能永远，剩下的却是梦魇。一丝丝的想念，我承受不了爱有期限。孤独的瞬间，在爱里面，有没有一种爱，一种爱的破碎能让我彻底不再纠结？拥有你的包围该如何
种爱，一种爱的甜美，能让我不在夜里装醉。失去你的包围是时空，诀别。我看着一幅幅的照片，曾经以为我们能永远，剩下的却是梦魇。一丝丝的想念，我承受不了爱有极限，孤独的深陷在爱里面。有没有一种爱，一种爱的破碎，能让我彻底不再纠结？拥有你的包围，该如何分别？有没有一种爱，一种爱的甜美，能让我不在夜里装醉？失去你的包围是时空诀别。轻轻把你带走吧，我不会眷恋于你了啊。谢谢。接下来第3首歌就比较舒服一点，就是一个悲伤的歌。然后这首歌就是会写这首歌是因为我之前差不多国中的时候吧，喜欢一个男生，然后他也喜欢我，然后我们就很像在一起的感觉，我不知道，反正就是那种小朋友恋爱，不确定。好，然后后来因为我们也蛮远，他在桃园，我在台中，所以我们可以联络的方式就是电话。然后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后来怎样，我就不跟他联络了，然后我们就都没有再联络。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后来他已经过世了。所以就写了这首歌，所以希望你们如果有喜欢的人或是有爱的人，就赶快跟他讲，不要来不及。然后这首歌来不及，谢谢。充满着
回忆放不下对你的爱恋，还以为我们的关系最靠近，结果却是掩盖冰霜的亲密。我已经来不及，来不及说爱你，我的心碎了一地，我也无能为力。我已经来不及，来不及挽回你，再多的后悔决定都已经回不去，怪我没有足够勇气。一直延续，一直逃避，困在这熟悉的回忆里，一直等你，死心塌地，希望你能回到这里。我已经来不及，来不及说爱你，我的心碎了一地，我也无能为力。我已经来不及，来不及挽回你，再多的后悔决定都已经回不去，怪我没有足够勇气。谢谢。好，接下来是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的话，因为是他的自创曲，所以就由他来说。对，这是你要讲。哦，下一首歌是我写的，叫《把回忆夹进笔记本里面》。然后这首歌原本是那个 full band 的形式演出，可是我们现在缺一首歌，所以我们就只好把它改成不插电。那这首歌主要是在写说，有一个女生刚失恋，然后她无法忘却她的男朋友，所以在做什么事情都想到她男朋友，在逛街啦，在喝酒的时候都想到。然后她后来就是有一天突发奇想，就说：天哪，那如果我把我跟我男朋友吃过的意大利面夹到笔记本里面，然后跟我男朋友吃过那间沙拉也夹进笔记本里面，然后这本笔记本再把它夹起来放到书柜里面，我们就可以把它永远封存起来了。所以这首歌就是这个概念，就是把回忆夹进笔记本里面的概念，就是我们要把跟前任的记忆，不管是食物还是什么书柜还是什么的，我们统统把它夹到一本笔记本里面。或者现在的回忆耶，把它夹在笔记本里面。随便。好了，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可以实行。今天我打开了啤酒，想看看会不会喝醉。桌上的沙拉又让我想起他，凯撒如右转右买面包那件，哎，真是惹人怜。今天我不想要喝酒，想赶快吃完洗洗睡。桌上的沙拉又让我想起他，凯撒如右转右买面包那件，哎，真是讨厌。怀疑透了，怀疑到了骨子里面，为何要相信关于你的剥削？哦，跟他吃过的意大利面，统统
到笔记本里面，爱透了，快到了骨子里面，为何在回忆里继续兜圈？哦，跟他吃过的蜜汁鸡排，统统加到笔记本里面。哦，不好了，笔记本卖到缺货，单纯是生意太好，还是世界上的好人也都卖到缺货？哦，不好了，微波食品卖到缺货，单纯是肚子太饿，还是统统都被加到了笔记本里面。Memory food, memory notebook, memory food, memory notebook, memory food, memory notebook。坏透了，坏到了骨子里面，为何要伤心关于你的剥削？坏透了，坏透了，坏透了，坏透了。加到笔记本里面，坏透了，坏透了，骨子里面，会在回忆继续兜圈。哦，跟他吃过的蜜汁鸡排，统统加到笔记本里面。耶，把回忆夹在笔记本里面，谢谢。对了，我要讲，就是我之前有跟阿基老师合作过，就是台南市政府的一首歌曲。然后那时候我听到他念台语的声音，我就觉得哦，好好听哦。这样给啦，真的啦。这样谢谢。这点因为那个伫 YouTube 顶管会当搜寻画画台南，producer 就是超级忍者龟哥，好龟哥小人。好，再给我们孟凡跟冠如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听啦。小人教出来的是品质有保证的啦，好吧？还有我邀请我的今日的 DJ， DJ Lido W DJ 小魏今日跟阮做伙合作，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阿家平常时伫林家肉色饭咧上班，林家肉色的位置伫台南市安和路1段106号，一碗肉色饭10块，鱼皮汤30，佮兼鱼肚饭有可能起价，我叫食一个唔知对，有可能调整一下，不要紧。了到小伟合作就是做一届，这是我的好 partner 其实火金菇计划伊的前身叫做身影进化，伫5档前，我佮有迄个 DJ Lido W DJ 小伟，佮有迄个南回印象来自小港最屌的摄影公司南回印象那个郝源还有我们那个台南最厉害的那个艺术家，这幅画就是他画的品轩，品轩也有来到我们现场，还有神奇制造的迄个詹姆士，还有晨曦光廊、陈场阳，阮这位做一个摄影计划不可难产，这个计划是难产所以阮拄啊甲迄个台南大学的迄个数位系的学生做位合作的做一个火金菇计划，一方面嘛是要解一下我们的5年前的锁啦，好不好？所以今日阮的摄影计划是啥？阮就是要用投影机当做一个 spotlight 拍伫我的身躯顶管甚至拍伫迄个后边迄个背景我用声音跟影像去做一个结合，安尼啦。你是咧笑下晡5点的对我甲 Lido W 因为嘛合作做侪歌啦 ，Lido W 好，我来先开两个我袂我讲了吗？我已经讲足久啊你因为我拄则行出外口食饭的时候，迄个警卫讲
恁行到几点？你敢知？我讲9点半嘛。我无10点用好到，用好到才离开啊。你毋通提早走，人咧话到10点后壁毋知要创啊吼。阮就用好到，用好到，所以我今日废话会小可济啦吼，小可尔啦，袂囥足济啦吼。好，了今日先介绍一下台南市这个所在哦。台南市这个所在是非常非常有温度一个所在，嘛是我出世，我真荣幸会当出世伫遮，对吧？对啊，未介绍到这个，我的左外野舞台左外野就是来自台湾基进的好兄弟啦，台湾基进的好亲朋好友有当高雄来的嘛有台南在地有可能2冬后的选举有可能有内底有参选者呢好，咧第一条歌嘉义台南，送互台南，来哦。我做嘉义台南，我甲伊放伫我心肝顶，就算厝我这边较贵，较上嘛是台南味。不管我无闲，一定要安排时间回去，我来故乡拄到258个透早来去。我嘉义台南早顿就食一碗肉色饭因为嘉义台南食完200几斤牛肉汤，我嘉义这个步调因为会当喘开，我嘛定定伫顶来送干买话又走小米，我甲梦想家己钱拢藏伫府城，当我大汉我嘛想要做一个有营养的人，环境甲文化拢需要大家守护照顾。历史背景讲好实说，信用卡是教育，啥物进步对阮来讲爱是这。新甲骄傲的拢三品全部杀往国际。我是台南的人仔，我对土地的尊重，大声甲你讲，我嘉义台南，我想要。谢谢哦。嘉义台南，你也是啊，一定是来啊。嘉义台南的气氛啊，甲春天啊，你的角度就是阮的角度同款。阮的责任就是共同介绍台南的安全，互你也是互台南啊。来去看日头落山伫北门，来去安平所厝老的小王船，来去迄树仔徛着乌多摆，载着水母鱼，来去暗暝北岛邀我洗花园啊，来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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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去一款西呀西呀，现场的嘉宾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火金果专场，掌声鼓励一下。嘉义台南你也是啊，一定是来啊。嘉义台南的气氛啊，甲春天啊，你的角度就是阮的角度同款。阮的责任就是共同介绍台南的安全，互你也是互台南啊。来啊！嘉义台南你也是啊，一定是啊。嘉义台南的气氛啊，甲春天啊，你的角度就是阮的角度同款。阮的责任就是共同介绍台南的安全，互你也是互台南啊美满。哦，笑卡起鸡要皮，来啊！感谢各位来到火金果的专场。第一条歌嘉义台南，相信大家在座的各位应该拢是同款嘉义台南。哎呦，台南走跳王迪德，迪德给他一点嘘声好了。给你一个赞，给你一个赞。我会红茶，等我一下。我会讲一下，后壁有迄个台南上好啉的，上好啉普罗吉的，千咖啡所提供赞助的，麦香红茶甲无糖绿，伫后壁自己来啦，自己来遐边有杯啊。了伊的边啊，伊边啊有看到一罐菜伫遐，一罐菜伫遐，迄就来自新化进八行的米啤酒，一罐150，若有想要，若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去。买者，
啊，伊的隔壁，伊的隔壁就是阮这道火金菇，火金菇的周边商品。我来讲，若卖了火金菇卖袂出台南市，卖了就卖袂出台南市哦。足想要去高雄嘛，足想要去嘉义，但是卖了，阮就是卖袂出去。那希望大家会当用一寡200块的去买一下阮的周边商品。周边商品内底有啥物的？周边商品内底有阮的明信片，3张非常古水的明信片，佮有贴纸。啊，还有迄个火金菇会馆，火金菇会馆的赖打，赖打，啊，还有一张海报啦，迄是甲台南大学数位系学生做伙合作的，那希望大家若有兴趣的朋友，当去买一下阮的周边商品，卖了，阮就准备飞去看要高雄，还是要台中，还是要看买对，各对台北上远，各对。台东上远，对啊，想要伫落水可以走游就好啊。了后一条歌，就是阮今日即个火金菇计划的主题曲，就是火金菇送互大家。等我一下。我有一个 slogan 啊，就是这火金菇计划 slogan， 就是大家把迄个手机啊拍开，迄个闪光灯，做一支称职的火金菇在台南市这个地方，好不好？做一个称职的火金菇，把你的迄个手电筒拍开，啊，把我台仔顶这个电火调暗小看，袂煞看电影呢。真的，昨天我咧讲啥话？啊，袂记，你的手机敢有手电筒？我搁咧怀疑。来，火金菇上在座火金菇。这条尾18瓦的。老五醉。来呀！这是台南府城安平虾饼，这是台南七股盐山蚵仔，这是台南赤坎武庙古早。来去台南行行，做伙听听，约比写出台南袂出。一个文化的古都，快乐的城市，细汉伫这大汉引起的代志，爬不出我一个美丽的名字，这个人生味拢有影古水啊！无想过离开这，我却绝对一世人捌伫这带某生囝，无足骄，无拢讲台语大汉，我是会讲的囡仔，多谢啦，我的爸爸妈妈。今嘛刚刚北京内底做戏，想要出去探索外口味道，加侪出面。街仔路边的人有的足甜，有的一步一卡，因只是下晡要4点嘛，搁差20分钟。偌久无轻轻松松自由自在，离开北都岛啊，电咱来的世界。心爱想讲红着要食啥，应该是要乐观，比如来去风景海外看海。只是行到半路拄着厝边拍只枪鼓，里头渐渐就爽，勇勇勇勇一场三百五我甲为失败，美伫青雅甲看着路顶一拍光，看只手表下暗2点半，当下路顶亲像火金菇。台南市的每一条街仔路，别播我的不知道雨声，搁有你甲纸，搁有你甲我。
火影歌就亲像台南的路顶同款，你带你去你想要去的所在，嘛带你转去，非常的安全。所以台南市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一个措施，希望大家拢会当介意这个所在。我来，来哦。上有名就是巷仔，先带巷仔行行哦。行伫巷仔内底，行伫一个充满特色美术做伙来看，行伫一个假尾。路里世界拢有故事，你我也是导演。我爱着这里，一定无与我无论都是假。到步步着无我慢慢啊行无差。生活真粗暴，慢就无咧兴致啥物机会。我是做一角，说一角会做将人拍落实地。弯夜头看路顶啊，因接近台南市，因不止予你安全的心情，伊搁带你转去。路边凊彩一斤肉色饭的温度绝对，予你无只会上挂伫嘴边人目的口味。因为台南味的台南店是大男人人拢无意是输人客较介意。因我就是路顶徛着阮食肉，细呀细伫暗暝经过港口甲灯塔。你敢知影这较早是个人车，毋知的朋友车对伫歌词的后壁。同款细呀细伫大路顶，我吹呀吹着我，面对面前80岁的林百岁。不管你是在地还是外地来甲这保持人生美，特别的情我也伫台南市啊。掌声鼓励一下！啊！哦，敢有感觉火影哥伫你身躯边飞的感觉？哦，太嗨了，太嗨了！冷静，冷静，冷静。哦，这条歌是甲迄个陈绮官、陈长阳做伙合作的一条歌，了后制，然后这条歌后制来自印地摇滚的光光老师，哦，非常好听一条歌，火影歌嘛，这哦这道的火影歌计为主题曲啦，耶，够好听。好，哎呦，我理解我千咖啡最好喝的麦香红茶的，哦，无限，哦，这漳州的冷烫拢是漳州的，所以一定要一无限的业配啦哦。哦，小关上手机啊，哦，乔治，各位处理代志啊，哦，小关哦。哦，小花做紧，哦，做紧啊，不要紧，但我跟你一起。好，小瓜，我看一下，做头发。哦，小瓜，哦，这条歌是伫2当前迄个南面儿歌，哦，南面儿歌，哦，做阴天会当入选伫南面儿歌迄个南风起的合集内底，了这歌的编曲嘛是来自于印地摇滚的光光老师啊，了，哦，这个。哦，等一下，好，等一下。了，这首歌，哦，真的给力哈。这首歌就是迄个什么啊？迄个哦，我去年尾先帮迄个 ICC 哦，一个国际计算机概论国际研讨会哦，帮伊补充后壁我有空落来一个所在，我甲变成哦一个环岛版的版本哦，所以带起来就是。去年年尾吼，我压力上大迄条哦 ICC 迄个环保版的台南的声是啥？吼，送互全台湾来到台湾的遮个啊，送互全世界来到台湾参加迄个 ICC 的迄个所谓学者啦吼。来，台南的声是啥？你感觉笑什么？声是会当代表台南？对你来讲，上印象？啊，是笑声无啥物声？啊？笑声还无啥？笑声，你要讲一摆好，你卖一摆。我讲这袂歹，阿姨，你讲什么声音会当代表台南的声？笑声。你讲台语。笑声。哦，你讲台南的笑声是迄个。
假是今仔日的工课淡薄仔忝，感觉今仔日的代人淡薄仔咸，假是今仔头家讲要淡薄仔险，只是今仔嫌家己淡薄仔忙。逐工甲时间比赛，撞啊撞啊，来去的车流量较好，车好也无百命无闲放松，为着生活已真做工。我知影你毋知影，其实上那是做人，试看卖甲目睭合起来。为啥要甲目睭合起来？因为甲目睭合起来，你会听觉，哦，你会听觉会甲更加灵敏啊。所以我讲，台南的声是啥？哦，就是要用目睭合起来听，会非常的好听哦。你的认真感受声音甲喘气，分明用心享受气味甲关系。自己问我敢有渐渐捌介意，这是新闻甲苦调整个心情。甲我讲，台南代表什么声？什么声？伫你真来是代表啥心情？什么款的答案是代表什么款生活？什么款的你是？什么声音甲你声来哦？代表什么声？什么声？代表什么心情？代表什么生活？什么声音甲你声？区间车往台南站到啊，亲切亲切。成功路顶的阿无聊啊，花梨花。逐工暗暝的石机啊，死数死数。什么家的兴旺也变变变变。什么家兴旺爷嘛叫石金王爷，伊伫8当前哦是城内上兴的神明哦，石金王爷声我就是公职尊王哦，所以我介意台南，所以我去修哦，这小法的声，伊嘛是来自阮的阿勇师哦，祖传弟子吼，赞。哦，我要讲的拄则讲了啊，哦，带大家来去看岛啦哦。可是天天的爱我，黑白行了条讲线，切切来去台东有名地分运作花莲原住民人情，搁有好食的麻糍，宜兰长野有够鲜，搁有真水的风景，顺风到云仔，但去10分拢伫新北市，家人有历史港口，搁有庙口夜市，台北土城气氛有真济观光客，少年的梦想藏伫100块以内底。桃园市台湾乡国际进出口，新竹的好镜头米粉吃了了，苗栗的就好就好，南投来要往来所，要伫头边做步手礼爱来去台中，云林彰化北港参拜妈祖庙，经过嘉义莫袂记吃一碗鸡肉饭，新营白河柳营会晓上好码头，随你我的故乡台南准备马上到，台南车声上有温度，南后好经过，各处插伫每一条路。高雄日头上有运动，讲山腰马路，食饱来去西亚湾散步，面东标主食炒泡面甲小冷冰，但甲坐船小日球，只要20分钟，我用台湾的语言写出台湾艺术，祝福各位平安，时时欢迎再次光临。台南的声哦，问我家己是啥？我收音收2礼拜。台南的声，就是阮兜咧做工课的声，这就是阮兜咧做工课的声，到皮着肉色的香。拜拜。哦，这阿伯足久无来啊。嘿，这再见咯，这阿伯足久无来啊。好，感谢大家。哦，后壁迄树足济咧。哇！大家我拢失眠，就是为着要背这个词。好，还后一首歌会啥？哦，我今仔做一个歌呢，那安尼。好，后一首歌，后一首歌嘛先介绍一下。迄个警卫叔叔讲9点10点嘛，哦，即马8点到2点钟。我啉一粒水的。后一首歌叫正亚卡啦，吼，正亚卡就是迄个道歉。哦，正亚卡这个所在非常水，因为我
平时若要找喘气的方式，大家知影喘气的方式就是放下你的压力，去正骹，你就知影啥物叫做喘气的方式。但是你咧喘气的时阵，你会大概你的思绪会较清楚。所以我即场活动，我应该后礼拜就翘倒摆去啦。正骹伫对，正骹伫迄个台南的北门，较往北的所在。正骹有一个迄个全台湾日头落山上水的一个所在。所以全台湾只要每一天的迄个每一档的迄个12月31號，就是送日头落山，就是拢伫正骹迄个所在。所以因为我非常介意这个所在，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因旧厝伫遐啦，迄个南回印象的迄个小圆。因旧厝伫遐，所以阮去遐拢有一个清溪地的，伫遐好啊坐者。了遐嘛有非常水的，阁有迄个乌豆椒啊，乌豆椒啊，伫每当的啥物时阵？每当的啥物时阵？7月时，7月时，迄个乌豆椒啊，就会来到台湾清溪嘛，对。所以这首歌正骹送大家。来哦！开车开伫在七山，的心经过土车去过江头，才足滚放门这夜卡。到我准备落车的规家伙啊，微微海风吹来，确实生活有了新的感觉，新的故事写一笔新的日记，新的歌词真的，你的病态拢不是问题，你的问题就是你。日头落山，香慢慢映出黄昏的光。来到这的朋友爱袂记都市的酸，快乐的红肠配一杯白啊，搁有透早的蚵仔、沙巴鱼甲蓝苗啊、蓝梦，因为真正放松假，都是无共做当地的天花板无3秒长，真正放空，等待后一代的放假，头壳降落来，海风充满来去这样跳。这就是副歌哦，我有第2届会晓拉的朋友就会学一下吼，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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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耶！2013年的9月14號，我將這天佇日頂月尾時辰做記號，就這天出青草啊，不知才會看經過，可惜無看到烏豆椒啊。我是細細記，往今好伊需要坐坐，伊的都愛需要大家欽佩。若有經過顯安宮內底有滴麼牛牛，擺一個啊。來到這樣卡，真正愛困到下晡，食一支希望演出後吹着海風，這夜天有夠真濟，遊客真濟，貼佇相片內底的月面唱，甲阮唱美麗。最後來到下午差不多6點半，日頭落山紅色的天頂，水甲才會通入不止一夜，搭一張相片名叫這樣卡 DJ。這個時過去真正是一路的啊，不過是孤單前的代志啊。來啊！這一刻，我希望現場的各位若聽了這條正卡，對正卡有興趣的朋友，就聽倒擺第17線挑一個就夠啊吼。然後有興趣的朋友後禮拜看要招做伙來無？好，現場朋友，甲你的雙手借花，做伙看著顯打拍子，好拍婆啊者。來哦！甲煩惱都等一下，來去來去來去正夜卡，甲煩惱都等一下，來去來去來去正夜卡，甲煩惱都等一下，來去來去來去正夜卡，甲煩惱都等一下，會曉拉到做伙啦 ，Come on！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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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是啊，是啊。2013年的9月14號，我將這天佇日頂月尾時辰做記號，就這天就青草啊，不知才會看經過，可惜無看到烏豆椒啊。我是細細記，往今好伊需要坐坐，伊的都愛需要大家欽佩。若有經過顯安宮內底有滴麼牛牛，擺一個
啊。哦，这条歌唱了，电差不多剩50%啊。哦，我需要千咖啡上好啉的麦香红茶。道歉。哦，小看一下，会使歌单排到这么啊？哦，道歉。大家敢有帮我翕一下相的？哎呦，走跳舞就是走跳舞，来走跳舞啊！后一条歌就是旧年吼，嘛是年尾甲迄个台市政府吼，迄个西拉雅文化协会做伙合作的一条歌，叫做《歪嘴鸡食台南米》。歪嘴鸡食台南米哦，理所当然就是介绍台南米的起源，种吼，所以嘛是因为这条歌，我才知影阮兜的饭是来自柳营的迄个台中71号啦，嘛是因为这条歌我才知。敬奉玉皇大帝大天尊，敬奉三官大帝，祝福我在众地主平安幸福啊！敬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我佛祖地。何必在众地主平安啊！敬奉观世音地方公天上圣母个风观水，天上地祈福仙水，请具祖师福德正神宣公，高护仙水以及日为正时。何必在众地主平安，事业顺时，我国丰收，国泰民安，风调顺，合定平安。家己丢啊之间的土，热日的风，修行的路，行伫就是随风天下正好。阿袂辛苦，身体保重，路边的收割机啊，到这铁牛车，新军的白领时代的火力啊，温柔到谷，仓库日头斗三工，爱等后壁六甲柳叶出发了美行啊。台南车头一台牛车一步一步，来去城内接近旧列比真密实，基本班路一步一步，一只白夜踏着母车送你一颗真土百年米行三代大一世，恁家家拢辛苦工课为着过三顿，拜托莫搁为着减肥无食米饭，便当店的林老板特别发有爱，吃好无剩，今仔日的心情保持100分。随风叮当，啦啦啦啦。亲像车歌，啦啦啦啦，车用你我。有一对翁仔某，因用自然农化清泽，形象残酷健康车啊，拢来这生卵。有一位考生，手苦半年了笔记啊，想要帮助教育行动出来清醒大目光。有人用台南美的主题写新册，原来较早买米拢爱来甲美家，了解真济。有人用台南美的主题写新歌，我甲你讲，米饭不止粗饱，你是生活，甲你脑后照我吼，来哦，一粒米，百岁水，好天气，一滴汗，一粒米，最残人。感谢你，我想我听。随风叮当，啦啦啦啦。这是流水的影来哦，亲像车歌，啦啦啦啦，这是修行的声来啊，哎，车用你我。
哎呦，掌声鼓励一下。我觉得2首快歌好像有点硬啊。哦，这个消耗的电量蛮快的，充电器帮我拿一下。哦，没充电器，充电器可能就是千咖啡的麦香红茶。藏州，你要去啉一下，啉了准拄煞。藏州的无拍一下广告，啊无啥物啊？鸡腿三兄弟，甜圈圈，今仔到藏州，甜圈圈来到现场。鸡腿，你靠你的少年家，靠你的少年家随上，上来，冠名赞助了啊。后条歌是啥物？我看下。哦。哦，好听的一条歌啦，真好听。好，20档这条歌，就是阮伫，条歌叫20档啊，歹势，拄啊无说爆雷，但我先国家运动少一下。这我的。好，条歌20档，20档这条歌是伫收录在《人人有功练》什么年份，我袂记啊。太极拳一中3档前。好，不管3档前，迄个时阵阮有人有讲练一个计划，就是大家拢交一条歌，了小人嘛有交一条歌，小人迄条歌叫做在遇见你之前非常好听，甲伊的超级人歌同款好听，所以条友会当去听一下了20档这条歌，就是阮等于阮妈妈的迄个后头厝，伫迄个跌落港高雄跌落港，阮去跌落港的时阵，歹势，发现就是阮迄个。现场迄个柑仔店阮细汉最爱去一间柑仔店，结果已经无呀，变成来有富我回去啊，所以我这20档的前后其实就是目睭年一尔，所以我写这条歌20档，好，送互目睭年一。20档前的批纸写好20档后的我，记录20档前后20档一天的变化。内容写着当时的我读无册，今麦的你敢有坚强生活会得过？莫袂记初中，莫袂记友好父母，莫袂记为何坚持，莫袂记梦想，莫袂记你讲过会环游世界。我想你也是因为工课无声，时间今麦环境如何让人的相处，为何真的犹原对你嘛犹原现实印象心酸。这时的我无甲想较济，单纯的少年家远，阮仔转来去我。经过路口三大空的面搭经过长华路向东隔壁柑仔店20档后，搁会记你古早味吗？搁会记你细汉海边的沙，搁会记你我吗？你真记录变化，批纸提醒你来。洗过去来，洗过来呀，搁洗过去哟。环境缤纷变化，夜斗看无异样。我面对压力手摕着1个月的孝单，我面对大楼一栋一栋渐渐找无天这线，我面对你伫对面讲的每一句话，真情也爱经过头壳伤脑筋。迄时伊着心酸，初中搭着等你20档前无钱无在意的人比起少钱酸。迄条这代价50就收起来啊，放伫读书内计划20档后拍算。搁有偌济20档，我心外一梦，生活只像花了收甲做的拢无共。社会一步一步踏伫进步上，环境甲人情味煞行往回头路。经过路口味单收起来啊，经过长华路路人看着一堆沙石经过海边才全然无山。经过20档的变化，我想起你啦，20档
20天就是目睭年节就到啊，所以大家珍惜当下啊。逝过去哦，20当前你逝过去哦，逝过来也搁逝过去哦，多数的感情你逝过去哦，逝过来也搁逝过去哦，政治对立你逝过去哦，逝过来也搁逝过去哦，水土保持你逝过去哦，逝过来也搁逝过去哦，开团利益你逝过去哦，逝过来也搁逝过去哦，多数的感情你逝过去哦，逝过来也搁逝过去哦，20天后同款洗呀洗，逝过来也搁逝过去哦，这我超久无笑的啊，所以我内底有做重复的洗过来搁洗过去，应该听袂出来吧？就是20天前你对做些代志拢无关心，20天后你有可能嘛是同款，所以我讲爱认同台湾，认同这片土地，这就是正港的台湾人应该做的代志，这嘛是阮的必须爱的，这阮的英雄啊，身为台湾人，好，所以后就挂起来。啥回啊？我懂啊。什么？有那个。对。后只歌舞龙社区舞龙社区嘛是会了电的一条歌啦然后这条歌就是我有一阵好兄弟伫台南生活，了阮就是平常时就是拢就是拢会做一寡足坚持的代志啦。就是啉酒啦，去夜店，不是，冷静，我是啉酒去夜店熟悉但是即马大家拢大汉啊，但是阮大汉，阮已经30几岁，甚至有人搁生2个啊，但是阮搁保有赤子之心啊，所以阮做一寡足正确的代志，亲像阮做爱徛Whisper，阮就会办车聚，办足大型的车聚。了，搁有因即马拢伫垦丁啊，因为我时间排唔到，所以今日我留伫台南庆祝阮的迄个武农社区南山武农社区的迄个家庭日啊，了，这条歌就送互即马伫垦丁咧佚佗的这生活人啊，好武农社区。他个也好关关啊，这是浪声啊。那我顶白。我今天好像有唱慢了，听球你应该有换。我唱慢了吧？我刚也换，那就看到。阿伟开线。继续啊！1、2、3，小将将。来啊！古龙伊是一个囡仔，真正搞怪。读册很啊，感觉老师教烦，伊无想要受到任何控制。伊讲过这欢喜的代志，所以读甲也好悬悬。伊开始计划如何一步一步完成，决定一步一步走入世界立场。这条路绝对太侪可能，不管好的歹的代志，拢袂影响伊决心向前。伊有伊的个性，可能听袂入去，不管敢会趁钱，就做就对啊。偌济困难代志，就算老岁老底，自己对自己点头讲一切过程。有人向前拍，伊会经甲头卡，分屎讲兄弟莫操烦，因为要斗阵一世人的斗阵，就已经甲不拢插伫骨头顶悬。是阮内向，因为阮拢是家己的，必须倔强，困难跳起来家己做，需要互相，无分你我，无分大小，甲大家也好悬悬，这是人生。行到细汉时，行到结婚后，一阵好兄弟，斗阵较重要。我甲做找小我甲，期待变成庄仔，头一块跳起来，不管落雨透中昼。甲一切当作食，无安尼上甲会发出怪是食苦。若是拄着困难甲，关甲甲，目睭合起来，对自己讲，
我是舞龙。有法度看较远的，确定大家心都到对，未来到对，确定大家拢在坚持，就算拢有工课，确定大家准备挑战，无来靠关系，为着一个无单纯的梦，为着家己实现，为着徛伫心头迄个人，为着多谢大家斗相共，为着自己我一直行到我倒去的迄一天啊，一碗内容，因为我拢是家己的，必须苦用。困难叫起来甲你做，需要互相，不管你我，不管大小，甲大家也好关关，这是人生，是我力量，因为我都是家己的，必须苦用，困难叫起来甲你做，需要互相，不管你我，不管大小。甲大家也好关关啊，这是。跋到了后爬起来，较会对会去家己。咱若用行，我着用走的，较会对会去坚持，用头壳做一寡决定，较会对会去兄弟。等你成功了后，莫被你带伫倒位，跋到了后爬起来，较会对会去家己。咱若用行，我着用走的，较会对会去坚持，用头壳做一寡决定，较会对会去兄弟。等你成功了后，莫被你带伫倒位。人生跋得过，失败过偌济，偏偏卡到有的煞，也是一个勇者。咱若用个下，我着准备用走的趁，当下少年，莫会为我这个勇者。你会当达成目标伫这个时阵，你会当出一寡啥，伊不管啥物成分，较太着表现死命，你输卖牺牲，家己真实出来。我卡伫山头话，这是人生，是我力量，因为我都是家己的。必须苦用，困难叫起来甲你做，需要互相，不管你我，不管大小，甲大家也好关关啊，这是人生，是我力量，因为我都是家己的，必须苦用，困难叫起来甲你做，需要互相，不管你我，不管大小。甲大家也好关关啊！来啊！我中间拍子有点乱呢。OK， 哦，剩30%，剩30%。好，冷静。后面有千咖啡等等哦，大家哦，冰镇起。哎，冷静，有没有？但我需要你家千咖啡卖相好。我当钱啦，是花钱啊。好，周边靠10块，周边靠10块。来啊！哦。好，我今日有准备礼物啦，其实要送迄个在座各位吼，今日大家吼非常支持来到这个所在，啊后面佫有做一歌，哪有做一歌？哦，我手头有一本吼，我伫迄个5当前做诶吼合作，就是甲迄个生意计划遮个后飞100团队做合作一本迄个有声书，叫《北城广播有声书》。后今日吼，因为非常重要，今日这个日子吼袂使我做少诶，所以今早3本，今早3本来送吼，来送。只要你举手回答问题，我就送互你，好无？3本。我刚会当喘气者，现在先来送一本啦，好，安尼我问一个问题吼。好，今日这个所在叫漂皮白鹭，是迄个小人有灵力。
哦，这个所在叫平平白路吼，啊，阮甲迄个做者哦学生啊，台南大学数位系学生啊做伙合作，这个计划叫做火金菇计划。哦，这个火金菇计划吼，啊了27月10号吼，下午7点开始吼，啊，请位嘛甲我讲嗨。到10点，才会当走吼。啊，阮即摆是几点？我看我这时间，吼8点还没看，你看够，够点半钟咯。吼，所以这个问题来啊，吼，这个问题来啊，这个问题就是用甲答案拢讲了啊，我就讲这个问题啊，哦，好，好，哎呦。个人是5人当的好兄弟，知影我的天赋，拄只无限量吼，无限量的业配哦，已经台南是上好啉哦，上好啉的饮料店，叫做千咖啡。哦，千咖啡，这音乐是啊，好，一站走无糖绿。科五香蜜，好 ，OK 吧？好不好？等一下，学生，怎样？哦，先，好，我数1、2、3啊，小魏帮我看一下。来，1、2、3。我觉得他有用心，对他很用心。听到尖叫声。对。麦香红茶，恭喜你！比它全名的是比统一还好喝的麦香红茶。好，没关系，答对一半还一样送给你，好不好？对比统一还好喝的麦香红茶，这叫独立麦香红茶，好不好？我来讲，原本千咖啡是啥物哦？啥物布条啊，啥物贴纸拢无。阮是到遐哦，因为阮逐工一定，逐礼拜一定来啉一杯，即摆遐有撑香港啦。剩下就是我的事啊，台湾独立贴纸全部大猫猫，所以很重要，会当去哦，千咖啡甲芳调一下。后一首歌，哦，后一首歌较严肃啊，因为台南歌拢唱了吼。台南歌哦，我感觉基进东嘛，足少听到我唱台南歌啦哦，对，应该是吧？哦，其实嘛做这个看表演，对啊，所以我今仔甲台南歌甲较严肃的后者民主议题比较浓厚的歌合做伙吼。不管你是有看过我哦唱选举中，还是哦像台湾一寡议题非常严肃的一寡场所哦，啊无就是阮的美食讲唱会哦，顶悬我唱台南歌哦，我今仔就全部拢有吼，全部拢送互大家啊，所以后壁迄个火金菇的迄个周边商品麻烦。哦，谢谢哈。啊了边仔佫有迄个金巴行米啤酒哦，好，谢谢哈。无表态，其实会感觉无爱，其实感觉无奈，其实你来伊拢是英勇的人，英勇起来，也是你要继续比起来，你可以站出来，英勇后一个人到后一步，你若站出来开始，计划后一步，一条路腿黑暗，手头爱摕武器，拳头无摕黑暗，武器是坚持甲勇气。了解关系社会事，莫搁提出人男人态度，只是互人欺负，如何争取？你的头壳内底敢有画面？画面是国家社会运动，你是徛伫上头。真画面是法术数据一大阵人声音，画面是听你法医班也伫1988-0520的农民运动，你敢知影这条？迄天人民坐袂牢啊，徛起来开始冲。迄当时菜来来着石头攻击，无咧切好，好困难甲写一字，迄粒无叫汽油大甲挡袂牢，袂人哭，就算听嘛袂人吵，着水车若无不好玩。守护台湾1994年反核老话嘛共阮，总统伫选的5天也是6月冲突喊袂主权。后一个画面手咧撮拍头，着家己一个嘛要大声话，煞来就是阮的代志啊。
是一个台湾人，请天公伯啊保佑。这是阮妈的声。台湾所发生的每一件代志，每一届考验，较今仔日的你。我是一个台湾人，请老天保佑台湾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每一个考验，跟今天的你。那是一个客家人，向天空北保庇台湾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只考验，我根本日的我叫阿家，请求天公伯啊，为着台湾，照顾台湾。天公伯啊，你敢有看到很出息的状况？恰使阮一点面对这个社会的力量，天公伯啊，毕业了退休后开始面对压力，若是志愿袂过的人，要安怎想着保庇，天公伯啊，我伫这对你手抓，予我一个机会，我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啊！天公伯啊，我是这块土地出世大汉的囡仔，请教我怎会站出来，斗阵来，不可比的台湾，保庇我的台湾！天公伯啊！嘿，天公伯啊，毕业了退休后开始面对压力。你去求一个安心，求一个诚实，要甲心灵讲话，说出家己的问题后，真心跋扈，莫我来家己出心计，天气是冷的，因为三很冷，天公伯啊，气氛热，你家己站起来，对你就全力的对你体验不一样，这不管你理想，我是要你的台湾人。听讲，刚才你是阿拜完。Imazama kia lialin tanu monya vuvu nya kaka ai chua i Taiwan anami kota mai tai ta sensengang oja supakelingi ai chua mai tai ta sensengang sipakilakilian tanaman oja supapupicu iamen 讲到天公伯啊，我就想到我手头这个白大，这个火金哥的白大这个白大非常古锥拔伫你的手非常的适合，买当拔伫包包顶管，买当看要拔伫堆拢拔伫堆，为什么呢？为啥非常古锥？因为量唔着寸长。减了30公分，减了30公分。所以迄个是我收到，我嘛是欢喜我嘛是我今日收到，我今日欢喜，那呢？对，就是安尼，所以我想到天公伯，想到这个火金哥白大，量唔着，等下者。我今日表示袂了啦。你是想要笑母亲的名，笑人的名？无卡啦，歹势。袂去早啦，袂去早。无你只要我笑即档啊，我想佮继续笑，不要紧啦。也是国华街啊。哈？不要惊，惊两个嘛，不要紧。惊两个，我伫个了啊。惊两个是惊比较热嘛，一个就对啦。我会使啊。对，欢喜，好，后条歌较严肃。这首歌是送予1956年伫台湾奉献的这少女迄当时是少女啦。了这条歌嘛甲一个迄个全台湾唱歌非常好听的迄个印地摇滚的老师小英姐合作。这首歌叫《青春》。舞台帮我较红。谢谢。
你像青春，也伫青春青春的世界，必须勇敢的面对各种目屎。一个面试的梦来，无人咧比厉害，规定明仔载，委屈甲期待空白来。迄阵风回来啊，差点热起，有一只咧金龟像美梦啊，梦梦啊，梦梦啊。你着双双的泪泪，永远切切面对，努力家己想，叫我莫烦恼呀，莫悲哀呀，莫悲哀呀，莫悲哀呀。对现在你亲像盛开的花，开着不着的时代，无人知目屎，滴滴传袂出去的皮，讲袂出去的话，说你亲像水雾，无应该亲像你到了山后，你踮伫塘边的东后，月娘渐渐升起，照着你的面容，你永远点点美好。我知道上这个世界有人不能改变，安尼你的离开就无了遗憾。原来活伫世间的家己是谁？以后日子心中是怎样看待？真真正面土地所有的不甘甲头鬃，转变为真正的故事。提起今麦的你，必须爱争取过去一生的幸福的模样啊！白色恐怖时期，已经5、6年，相当多少女牺牲伫台湾这片土地。这条歌青春送予伊。感谢。台人首屈一指的女歌手蔡佳颖，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好，那个蔡佳颖，那个小英姐啊，小英姐哈，伊有讲哎，这条歌哦，因朋友伫迄个我听了哦，感觉非常感动哦，希望我。今日是我个特讲，我今日想要来唱。啊，无啦，无安尼啦，我荣幸甲你邀请。谢谢阿基，谢谢阿基给我这个机会。对，阿廖伊讲非常感动，希望会当听到现场的哦，会当我甲迄个小英姐做伙合作的这条青春，对。所以后一条歌其实我嘛是私心哦，我做私心我嘛想要甲小英姐做合作，这条歌叫做《吹啊吹》，对啊。的天空，找无清气的海水，找无人对土地的情谊，找无人情味，找无
祖先的智慧甲先天文明，确保台湾伫你心中的位置，找啊找。变形的山岭，力量的河流，贴雪的残垣，枯掉的老树，拆掉的古厝，破坏无顾虑是安怎？真无伊念念牺牲，祖先智慧文明，才是孝顺人民茫茫关系。为怎有强强的目屎直直破，嘴无锁，停的火，烧掉天色的古迹，再传你伊手段。喊甲大声求政府无听，诉求的白布条我表面接受掉，才背后过袂倒啊！现实当地着你的肉海消我，无你乌烟无咧转来，台中的空气要摆到啥物境界？大势渐渐破灭的，一个一个民众不过你啊，选着人的故乡啊！祖先仔咱的基地，思我双牙起，子孙仔咱的脚步是要行对倒位去？思我双牙起，找啊找，找拢无，找无返去。恁若海深手拢我最红，烦恼不了应用一世人啊，政府文化，目睭用手扎起来呀呀，对民众扎起来呀，配合在管关心地配扎起来呀，啥物事着你着完全走阿用，听着乌云哪咧厝，为着开了变作输人敢蒙面对，为着反对的人，为着心中想要完成的梦，想过水底海红啊！讲的气里讲着火水排往泉水流，除了枯掉山顶的土壁往庄仔头，都是开发真收草地，后来找无厝地来团结，无情的风吹呀吹来吹，是讲嘛听得火。为着今日世世，为着出世土地，为着祖先留来文化，为着台湾更加美丽，为着应用你去应用伊，斗阵关系做伙证明，对讲不讲不义，为着土地正义啊！祖先仔咱的地，思我双牙起，子孙仔咱的脚步是要行对倒位？思我双牙起，祖先仔。
水啊！对，冰拜一下。哦，有点好听。热舞队，张虾过来，小云姐。应该有声音，迄声音的方法。我拄来高音有啥我都记啦。哦，今日11条歌哦，非常之硬啦吼。好啦，等一下。哦，来，我即摆手头，哦，今日问第二个问题啦吼。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今日就是火金歌计划最后一场哦，伫迄个漂皮白鹿的演唱会。今日哦嘛，非常感谢哦各位在座的朋友哦，像台湾基金。人人有宫殿，哦，玉泽，哦，迄个高雄迄个这样来的 CD 非常高级，印地摇滚，南回印象，哦，来香港来，南回印象，南回话，哈哈。好，各位无讲对。台南大学数位系，你们是快睡着了是不是？林嘎巴色崩，在，还讲了我的问题什么？哈？什么视角？流音视角。哦，这摆已经大汉啊，我们流音三甲嘛，叫流音四甲，掌声鼓励一下。哦，今日迄个梦幻冠儒歌舞，我的 PA 哦，今日拢是来自于迄个台南科技大学，南台科技大学，哈哈哈，哦，我甲你讲，我今日头壳内咧纯熟尔，无啥物件。哦，青咖啡。好，所以我的问题是，好，搁有一条歌，哦，今日最后一条歌，系啊，我先知条嘞，我搁有一条，等我看下。我等下开讲啊，吼，咱开讲啊，吼，我搁来讲一下啦，吼，搁抓点时间，我的变数，变数对。变数伫倒手的倒手，吼，若要食薰伫倒手，吼，门口厝的倒手。哦，哈，对头啥讲的？我想加啉水。我听到我讲弹头开始，我过会。哦，我搁来一个吼，国华家乡，哦，上重要的人物，吃很重要。啊，吃很重要。赞。好，安尼我阁有最后一条歌，这条歌叫做啥物名？吼，也是无人知，我就不会安尼。这条歌叫啥物名啊？好，这条歌叫做《北球恐怖》。此起彼落的答案啊！这条歌叫《北球恐怖》，了阮伫迄个。国当前做这一本迄个有声书，有声书伫我手头，在乎台湾，再加上我一个非常古迹非常可爱的这个签名，唔知敢有人买，不过我就是要甲送出去，好，我这个所在，今日办理这个所在叫做啥物名啦，好不好？对我面试恐怖已经讲了，好嘛？对我答案嘛已经讲了，因为我已经无梗啦。好不好？我已经先讲无物件，大概变剩白色恐怖的数量。来，那迄个 DJ DW 吼，对，还帮我看一下哈，我数1、2、3，帮我举手阿姨帮我看一下。来1、2、3，这样啊，这所在叫做啥物名？上啊，小人，后边东二了，叫什么？小赖，耶，谢谢！哇，有人知道哎，来帮我传过去。阿坤，阿坤是谁啊？是谁？
好，手头够一本，吼，手够一本，吼，够什么好？够什么好问的吼？哈？超几点？我看卖这个时间哦，未9点的，你看。好，最后4分钟吼，上嘴吼。我手头有一本迄个白色恐怖。有到时候都是喝价。好了，我知，好。果然是斗阵遮久的好兄弟，吼。伫台南市安南区安和路一段106号肉色饭一碗10块，卤2 10块，加卤2。我跟你讲，拄只吹会当伫 KTV 全部唱了，我就是细碗的，10块会变大碗的，吼。佮放一个卤2，袂煞冻饭安尼吼，袂煞冻饭的吼。你若会晓唱，会晓唱，你甲我标记，你甲我标记，希望你来伫家肉色饭就帮你无条件升级大碗啦。你免去麦当劳加10块跟变大薯安尼，你要去 KTV 唱就会当无条件升级大碗吼。这间店非常薄心的这间店，店名叫做啥物？好 ，OK 吧 ？OK。好。大家拢麻烦你了，真歹势。我数1、2、3吼，这间非常好食的肉色饭这间店，店名叫做啥物？好，来，1、2、3。嗨，台公公我的学弟，叫啥名？哈？对，你说你叫什么？哎呀，我学弟非常高兴真。伊来我都直接帮伊加卤2，对吧？我讲加卤2，对，会议，先放会议。安尼后一条歌，啦，上来车冻伫人门口啦。真正样。这干啥条的吧？来，冷静。好，大家，今晚要开始喷了吗？今晚开始喷。你开始唱啥条？好，但是，因为警卫叔叔讲，外口要喷迄个登革热的药啊，所以有30分钟无法度处理。30分钟无法度处理。我随身碟来，这个有啥物件？无物件。我随身碟来，这个有啥物？可能无歌，我真正做梦笑啊！那真正无。无啦，迄无不要紧，不要紧，不管。大家认真。好，但有可以30分钟我都吹所以今晚开始喷啊所以大家隔离这就是真的隔离。现在隔离一下，好，一条歌非常长，唱了有可以9点半啦。哈？我要唱了随无电话随稳了。好，后一条歌。可是你袂有炸随身碟吧？你搞炸随身碟？我刚刚有你的笔呢，我看无啦，开玩笑，冷静。大家好，后壁有清咖啡通啉，了米啤酒会当啉，因为我爱伫内底30分钟啦。好，后一条歌。等下啦。来啊！好，最后一条歌白色恐怖。有人以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军事法庭有审判平民犯罪的情形，是一种不民主、侵害人权的说法，而这种说法是无疑
是不了解中华民国的情况，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正面临着全世界最狠毒的敌人——中共的一个独裁政权。我们为了确保国家的安全，并保护绝大多数国民的福祉，不得不将某些个影响国家重大治安的犯罪来划交检视机关最高军事单位来审判。中华民国的军事审判绝对是公正、公平、公开。我一开始玩欧美啊，那个机场的叫什么？我主持那个建议哈，连当个路看的我一开始玩欧美啦。我连续超过19天地下室吼，按以前听伊的地下室来外口一个伊也不断的问这问那吼，感觉因在里边编故事，写一大堆自白书啊什么的，录音了嘛，因为感觉在编个故事，因为当你意志消沉吼，这样做实际的时候，我给你强力的。我袂当讲话，因为我无够，家己无够分量，因看讲无看，其实阮无够悬。财产钱嘛无够，这目睭来只有在传，目睭来无台湾。无人敢讲正义，伫早期，搁有力量，搁有袂当讲单意是规定，受到中共威权统治会变成恐怖，受到国民党统统绑在台湾看不出路。选择日本靠右的阿嬷阿桑，假像228的事件的，迄是迄天，政府无回无情的，甚至大新民族卡下，甚至要你是在抗议，不管伊我甲伊心无要紧，不管你是老鬼老目屎，不管同家的身体大过几摆。不管你是啥，情我情的时尚，迄是咱们台湾英雄，比起红烧228啊！你讲放袂记啊，搁插伫目顶印象啊！经过几啊一冬啊，目屎嘛干，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我的尊严搭伫涂骹，我的伤啊，我的困啊，我的伤啊。无尊严，无人性，无自由，无信任，无人敢讲啥物，每一个人头来看我，看你目睭紧紧看，228号变成藏起来，政府我上好，好的人抓起来，心肝是无人所境界，用手抹掉历史现象，经过国民党嘛变白菜，38党来的抗议，大大细细一讲，国民党。地人两为自由无些生命，我若是活伫迄个时代，参加美的得拼输赢，无人知影其实会真的无散。但阮心的命案还未破案，台湾是台湾，但是台湾是台湾人会用性命牺牲保护。你若是想要做，先先来出卖台湾，互中国，我甲你讲，甲你俩变成恐怖。你敢忘袂记啊？搁插伫目顶的针。经过几啊一冬啊，目屎嘛干，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我的尊严搭伫涂骹，我的伤啊，我的困啊，我的伤啊。你敢忘袂记啊？搁插伫目顶的针。经过几啊一冬啊，目屎嘛干，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我的尊严搭伫涂骹。我的伤啊，我的困啊，我的伤啊。我袂来去配个相片，你是无辜的，当初拢无人会相信你的囝，你去好等于哪袂去会过去啊？到即摆状况嘛是放伫咱底下，无人知影就是安怎行过来，目屎无缘故倒滴落来。好，即摆足侪人唔知影过程，至少爱知影，台中乡村叫蒋介石。经过38冬来，大大细细变成恐怖。现场朋友，搁一摆，甲你的目睭合起来，甲耳拍开，听一寡故事。3月18号，据报大选正式展开，但就在大选前的2个礼拜的2月8，美丽岛8名被告之一林义雄家中发生了3死1重伤的灭门性案。60岁的母亲才7岁大的双胞胎祖孙3人遭人潜入家中刺杀身亡，而丈夫则是在牢里一段时间也很辛苦，出来以后还是很辛苦，为了生活。
我非常非常爱的，学吉他，因为他爱的小小的一个太太的手，他爱的是全台湾，他爱的是台湾这块一切就很多的人。看到没有？把你的正手压起来。我输掉。你敢放袂记啊？哥差点放你给枪啊！你不可能上当啊！马赛马达。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我的尊严搭地涂骹，我的伤啊，我的困啊，我的生命，我台湾的家。你敢放袂记啊？哥差点把你给枪啊！你不可能上当啊！马赛马达。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我的尊严搭地涂骹。兄弟兄弟别想恐怖，兄弟兄弟别想恐怖，兄弟兄弟别想恐怖，很多朋友把你的正手拿起来，把你的老叫我致敬正南勇，致敬郑玉华，你不可能对我的观众，说的就是让你再见啊！台湾加油！台湾加油！台湾加油！香港加油！我听下，我主张台湾就讲一兵一公。我甲全部出5趴的电。你们真的很棒呢！哦，你们真的很棒呢哈！哦，我最后我拄只哦，真正笑袂起啊！哦，应该是有真明显的发现啊！哦，迄句已经完全吼，我规个电拢全部放伫头前一句啊！哦，我需要麦香红茶。啊，今晚时间搁足济啦哦。9点啥？我讲白烧恐怖要笑等伊，帮我买一只电池的。哦，这没有电啊，无电啊。好，所以，我说真正是无歌啦，大家期待啥？差不多就是安尼啊啦，差不多就是安尼啊吼。所以我想要做一件代志，就是邀请阮所有参与伫火金菇。阮敢是爱翕一只相的吼。哦，等一下，我先邀请所有参与火金菇计划学生啊，就来。哦，来。30分钟诶，你要出去中毒诶哦。来，阮参与这个火金菇计划哦，非常辛苦啦，因为哦。迄个，阮计划差不多2-3个月啊，了之间搁加上人有训练的企划、防疫录音室吼我有做一条歌叫《国学家学》，甲迄个拄则做菜的迄个人称台南走跳王乔弟因为无人分啊乔弟乔治啦乔治，歹势乔弟啊了搁有迄个迄个什么啊，迄个叫什么？布拉格未买家，布拉格的买家啦。我做条歌叫迄个国学家乡，了对，我歹势讲一个小段。
哦，等一我等一下。什么啊？对呢。冷静，我先介绍一下，这就是台下顶，这就是阮所有参与迄个火警国计划学生啊，这就是老师啊吼，嘛叫长安能吼，大家知影长安能无？对，若唔知影吼 ，YouTube 大家好，我叫冲台站，甲订阅了，吼，破3000阮搁办一场，吼，破3000，不过即摆偌济？200尔，哦，即摆200，哦，破3000阮搁另外上啊吼。然后后壁这就是学生啊，对，迄个 Sky 冠军哦，拄则有唱歌，乐卡、小赖，我全部绰号订好啦吼，到我手的全部订好啊，小赖、小雨然后迄个阿君还有小叶，好，我准备做一件代志，就是甲谢多谢者，好，感谢你，感谢，感谢今日迄个帅气 DJ 你都到，感谢，好，其实我甲小人有时阵出去外口啉酒，其实我做想要办专场，甲小人两个做伙，然后期待啦吼，那迄个长安两个订阅数破3000，小人超级那个会点阅破100万，阮就来办一场甲小人的演唱会，好不好？超级人就会啊点起来吼。好，安尼个，互台下顶所有学生甲长安两 LW 甲今仔日的迄个。我是叫你都 W 够歹势，小伟还有今仔的梦凡冠儒，还有迄个冠军的迄个吉他手吼，互因上大的掌声鼓励，感谢，感谢罗兰，感谢各位今仔来到这，支持，小英老师嗨，感谢，阮首次男女对唱啊，今日毋是伫钱柜，今日伫遮男女对唱，感谢，好，了后嘛感谢我拄则后壁像青春啊，像歪水鸡食拉米的迄个编曲老师，迄个哈利甲光老师啦，感谢，有大家鼓励，火警哥就会飞出去，看要飞高雄，飞嘉义，甚至飞去东京，小远，快点，飞东京袂歹飞，我爱讲，你想就袂使啊，飞啦，嘛，袂当去北京袂当，我去东京，我去京都拢会使，好，感谢大家，努力，感谢。好，感谢各位好，安尼今日活动，相公，汪东城以下，安尼我会快发，我会快，汪东城甲黄安同款啊，应该是无啥物好评论的评论这浪费我的时间，好，感谢大家，感谢努力，好，谢谢，好，今日活动到这告一段落，阮甲阮的迄个麦香红茶。个无糖绿，加零好料，好不？啉了，我甲出门，好不？感谢努力。嘿。黑的社会，黑的世界，渐渐变态。人的脚变成人肉，你的慢慢散吃，你的慢慢要相信天啦，你啦，无相信是正常的，伊会倒手插一支刀用这手过身的。阿爸看破你的习惯，世界都是有为着你，讲真眼睛我没的人，我一手段为良心的人啊，讲你，我知时间已经到我嘛知恐怖是人做心的，无应该害着你的朋友，敢有看到伊甲善良抬调？伊伫你的背后啊，嘿，代表一切相相无误，甲人后就自我的丢路，是路边讲就是一切，分明他着屁话，管你倒面有偌济咱都不跟着我行，因为我日头要出光线，迄款人和你死笑话无错，我讲就是啦，这首歌是我 cancel 掉的一首歌，叫歌，
哦，这首歌跟我的好兄弟，哦，十几人好兄弟，吃很重要，大弟哥这位合作的，哦，不过伊即摆卖饼，伊即摆卖饼，哦，这首歌我就摕来甲你用，哦，希望有一天会当甲大弟哥这位做这首歌，掌声鼓励，哦，我现在讲这结尾就是袂歹哦，好啦，安尼阮下当处理的时间剩偌久？我剩13分钟哦，大家就会晓袂凉的。这个完全无背咧，我操啊！我大家听落啦，我上前边笑啊。哦，我真正袂记得。好，我们在这个非常好听的歌曲的伴随之下，好，我们今天的晚上就是非常的棒啊！怎样？我要重推大合照。哦，我们大合照一下哦，反正大家也出不去。哦，变相的把你们留在这里。而且好行啊，这位来披下胸呢，塞满它哦，我们塞满它，怎么塞？哦，前面插缝隙啊，插缝隙，大家来拍大合照一下，来。哦，私心让我拍一下大合照，私心好不好？让我私心。然后有那个学生可以上来台上，没关系，今天有表演的可以上来台上。18Light帮他关一下18Light，这个哦 ，OK 吗？来，大家可以加笑哦，还是你有广角？你有广角。好，在这边，大家插缝隙啊，插缝隙，楼上 PA 一起入镜啊。DJ， 后边朋友。周位，啊，我一定会拍摄。我一定会。18Light再关一下，哦，有点背光。哦，这样子左跳往的脸开始要。哦，把右手举起来哦，露出你的会阴沟。哦，今天大家做一个称职的会阴沟啊。耶！哎，人家拍都拍好几张，你有拍一张的？好啦，哦，感谢，好，咱大家甲今日2个人好了，啊，时间到，看我都行追啦啊。好，谢谢，感谢大家。了，其实阮的人肉讲练大家长今嘛有来到现场啦。哦，最近世间情大家长大旗条标，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哦。伊赞助5张票，赞哦！伊的5张我就收out啊！哦，对。乔治安啦，你讲要10张，但是你11张尔。哦，谢谢啦。哦，鸡腿3兄弟4张，好。等你办专场，我来帮你客座。